出社會以來，你有冇試過安安靜靜咁睇完一本書？返工返到冇晒靈魂，一放低部電話就眼瞓，想學嘢又話俾自己聽冇時間。買落嘅書10本有9本，睇到第3章就收埋。呢度係欲求懶知識，我哋做嘅嘢好簡單，將一本厚到揼死人嘅書先拆解再精煉，用1程車嘅時間，以最懶嘅方式攝取最精華嘅部分。你唔使睇晒成本，你只需要精明地懶就可以。準備好未？我哋出發。今次我哋會拆解富爸爸窮爸爸，作者 Robert Kiyosaki 羅伯特清崎。講之前，我想你記住一個畫面：一粒齒輪。你我好多打工仔其實就好似一粒齒輪，日日轉到好落力，但我哋帶動緊嘅係一部唔屬於自己嘅機器。呢個畫面今集會由頭跟到落尾。加人工唔等於有錢，分別由呢一章開始。我哋由一個好多人諗唔通嘅現象講起。明明今年加咗人工，點解到月尾個戶口一樣營養不良？作者一世都喺度重複一句說話，簡單到你可能會嫌佢廢，但係90%人一世都做錯。富人買入嘅係資產，窮人同中產買入嘅係自己以為係資產嘅負債。唔使背定義，你只要記住一條分界線：資產係會將錢放入你戶口，負債係會將錢由你戶口度攞走。你間屋唔一定係資產，分別唔係嗰層樓值幾多錢，而係每個月佢係幫你收錢定係問你攞錢。每個月都要你貼錢嗰間，事實上佢企喺負債嗰邊。反過嚟，如果一樣嘢每個月會有錢流翻入你戶口，租金、股息、一盤細生意，佢先係真正幫你轉嘅資產。人工一加，慾望同開支就一齊加。搬大啲間屋，換部靚啲嘅車，碌多啲卡。你以為加人工係向上爬，其實好多時只係變成一粒轉得更快嘅齒輪。轉快咗又點？始終都係原地空轉，一步都冇離開過。講真，呢個盲點好多人由頭到尾都冇為意。令你窮嘅唔係你賺得少，而係你分唔清邊啲係資產，邊啲係負債。由今日開始，買任何嘢之前，問自己呢件嘢係會養我，定係要我養佢？你唔係唔夠勤力，你只係跑緊公司為你準備嘅跑步機。講完啲死物，我哋講翻個人。作者有個好出名嘅講法，叫老鼠賽跑。驚冇錢所以翻工，翻到出糧使晒又再驚，驚完又再翻工。隻老鼠喺個轆度跑到氣咳，但係個轆一步都冇向前。推動住呢個循環嘅係咩？作者話係兩隻手，一隻叫恐懼，一隻叫慾望。大部分人翻工唔係因為中意，而係因為驚。驚冇糧出，驚俾人睇死，驚層樓供唔起。恐懼同慾望就係扭動你粒齒輪嗰兩隻手，佢哋唔停，你就停唔到。你越加人工，佢哋只會捉得越緊，因為你有更多嘢驚蝕。窮人一世用自己幫錢做嘢，富人要錢去幫自己做嘢。講到尾，唔係你揸住錢，而係錢揸住你。由今日開始，出咗糧第一件事係先預留一部分留俾將來嗰個你，唔係為咗發達，係為咗有一日鬆翻一隻手落嚟。學校教你成為一個專業人士賺錢，冇教你點叫錢幫你做嘢。呢條問題可能戳中好多人。我哋由細到大俾人教讀好書、入好公司、見份好工，但你有冇發現好多讀書最叻嗰批人，最後都係喺度幫人打工？作者話，問題並非佢哋唔叻，問題係學校教你點樣做一份工，但係從來冇教你點樣讓錢為你工作。佢有個詞叫財商，對錢嘅理解力決定你有幾富有嘅，唔係你月薪幾多，
而係你留得低幾多，又幫你生到幾多。一個識得利疊利嘅人，同一個淨係識儲活期嘅人，20年之後唔係爭幾嚿水，係爭成個世界。用翻我哋粒齒輪財商，就好似你終於肯抬起頭，望清楚成部機器係點運作，你先至睇得到自己粒齒輪到底駁去邊，幫緊邊個發達。睇唔明部機器，你就注定一世係入面嗰粒任人配搭嘅齒輪。由今日開始，每個月俾翻少少時間，學識一樣同財商有關嘅嘢，因為知識係世界上唯一一樣越用越多嘅資產。唔係你唔識轉，係你唔敢轉出個框。最後一 part 可能係最痛，但都係最緊要嘅。書入面，窮爸爸最驚嘅係輸，所以佢永遠揀最穩陣嗰條路。富爸爸就當輸咗嗰啲係交學費。令大部分人一世平庸嘅，唔係佢冇能力，而係佢太驚輸，驚到連試都唔敢試。用翻粒齒輪，恐懼就好似喺你粒齒輪度落咗一把鎖，唔係你唔識轉，而係你唔敢轉出個框。而最陰濕嗰樣係呢把鎖，唔係人哋落嘅，係你自己。日日親手求多一圈，但我要老實補一句，呢本書唔係叫你亂咁嚟，聽日就辭職all in身家，唔係叫你賭身家，而係叫你唔好因為驚，連細細步都唔肯行。真正輸唔起嘅係你成世都企喺原地。由今日開始，揀一件你一直因為驚而唔敢做嘅細事，做咗佢，因為輸係呢個世界上最平嘅一筆學費。資產、方向、財商、勇氣，講到尾都係攞返少少主導權。講完本書到我，講真，我讀呢本書嗰陣心情幾複雜。返咗工4-5年，我先發現原來我一直做緊嗰粒轉得好落力嘅齒輪，每朝逼地鐵扮醒神，開會望住風，覆咗等於冇覆嘅 email，頹到連自己想點都唔記得。出到嚟社會，你會慢慢明白一件好涼薄嘅事，冇人會因為你轉得快而心痛你。機器缺咗你，換過另一粒照樣運作。所以呢本書真正 hit 到我嘅唔係教我發達。我睇完，聽日一樣要出門口返工，等收工同等出糧。佢逼我問翻自己一句：如果我暫時注定係一粒齒輪，咁我可唔可以喺放工之後偷偷咁砌翻一部屬於我自己嘅細機器？哪怕佢好細粒、好慢、好唔起眼，但係佢係我嘅，唔使幫人轉，唔使一步登天，可能只係每個月留俾將來嘅你個筆，可能只係每晚半個鐘學養新技能。部機器再細都喺為你而運作。本書講嘅其實一直都係同一件事，攞翻少少主導權。所以我想問你，你今日轉得咁辛苦，係為整緊自己部機器，定係人哋部機？知識呢樣嘢唔係我講你聽就得，係我哋一齊裝備翻自己。睇下邊一本書有你部機器需要嘅零件。你哋仲想睇邊本書？留言話我知，下次可能就到佢。中意嘅話訂閱欲求懶知識，同我哋一齊一集一本書咁裝備落去。一粒齒輪好細，但一班肯抬起頭嘅齒輪，遲早會砌到一部屬於自己嘅機器。我哋用理性去對話，用閱讀去思考。我係一蘭，下次見。中意嘅話記得訂閱、留言、開埋個叮叮鐘。